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年序礼记读到第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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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今仔日第8章。顶礼拜第7章讲到啥物话？城墙起好啊未？顶礼拜第7章，城墙起好啊未？有啦，起好啊！顶礼拜起好啊！啊，今仔日第8章，城墙起好啊未？起好啊！啊，过爱安怎？顶礼拜第7章，城门起好啊，所以甲大家调集转来，然后有写家谱、写族谱，敢会记住？我袂记住啦吼。所以伫顶礼拜咱讲到年序礼记第7章，因为城门已经起好，啊，众人的厝甲城门是安怎？连做伙，所以因的厝甲城门是共同体。因为遮个厝边仔的厝起好，城墙起好，所以开始要重新将流浪伫外口的以色列百姓重新找转来到伫耶路撒冷，这就是顶礼拜第7章。然后找转来时爱写啥？家谱、族谱，真内底有利人，真内底有祭司，真内底有百姓，真内底有真侪无共款的人，重新伫耶路撒冷去找到因的位置。去找到因的角色，去找到因转来到耶路撒冷，因爱做啥物工课，因爱有甚物款的服侍，以及因的目标，因所要做的在哪里？今仔日咱看到年序礼记第8章，咱读第9节到第12节。若是照着咱头拄仔所读的经节，伊讲啥物？伊讲众百姓伫迄个中间，亲像一人聚集伫水门前的广场。啥物意思？差不多咱读圣经拢读了足紧的吼。众百姓是安怎会亲像一个人聚集伫水门前的广场？是安怎？因为遮个人同心合意，规千人、规万人伫迄个中间的行动，伫迄个中间的作为，亲像一个人。当因拢总聚集伫迄个中间，因做啥物代志？开 party、放宴会，啊无因创啥？因请文士以事啦，将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拢总读过一摆。所以众人伫即个中间，重新转来到伫耶路撒冷。伊毋是为着因人生的欢喜，因毋是为着因人生的请赢，因毋是因为因得到荣耀，然后要伫迄个中间真欢喜来，互世界人知影。因聚集为着一个目的，要重新将上帝的话放伫上帝所拣选遮个百姓的人的心情。遮个人的聚集是为着要听上帝的话，所以因伫迄个中间重新聚集。啊，圣经内底用和合本、新和合本，伊所翻译的，因讲因清清楚楚念上帝的律法，然后众百姓听见律法册顶悬的话，拢安怎？拢哭，是安怎？是安怎？因听到上帝的话，听到律法册顶悬所写的物件，因会伫迄个中间哭。因是欢喜，还是艰苦？因是伫迄个中间感动，还是因伫迄个所在惊吓？亲爱的兄弟，咱当时会伫听见上帝的话，读着圣经的话语的时，咱会哭，咱会流眼泪。咱当时会因为上帝的话伫咱的内底，互咱的人生，互咱的感觉，规个伫迄个中间重新爆发出来。
我想这一定是对遮个百姓，因行到一个非常非常无共款的时刻，是因生命中间真少拄着的。遮个话语，毋知对因来讲是啥物款的意义？伊有可能是重新去听见上帝的话，所以因心内欢喜；因嘛有可能因为听见上帝的话，所以因心内感动。因有可能伫听见上帝的话时，则重新搁一摆来想起，阮遮受放杀的百姓，毋是无人爱。阮还阁耶和华诚做我的牧者，所以后一句是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现在遮个百姓伫即个中间，重新去问家己讲：我的心啊，我伫忧虑啥物？我的心啊，我伫想起啥物？我生气，我忧闷，是因为耶和华无保守耶路撒冷，互城受攻破，互敌人入来到伫耶路撒冷城来吞踏阮的土地，然后伫迄个中间愤愤不平啊！因是伫迄个中间来责备上帝讲：上帝啊，你毋是讲我是你的百姓，你啥若无看顾我，无保守我，无一路引带我，你太阁互我报倒？上帝啊，你毋是拣调我诚做你的百姓吗？啥若阮到即阵亲像一个无土地、无国家的人，然后流浪伫耶路撒冷。我想真济时伫迄个中间，遮个百姓登记去想起来，想起讲：上帝啊，过去的即几年，阮到底咧做啥？有人看到即两张相片，真感动。我毋知影你看到你感动啥？敢会记起即个相片是当时翕的？这几年的相片，即个儿童主日崇拜，所以对宣调、对献诗、对读圣经，拢是咱的囡仔。咱若是看即张相片，看起来袂歹啦吼，哪人诶，伊诶比例诚好，敢毋是？但是毋通袂记住，伊是跪咧读，伊是用椅仔来配骹，然后伫迄个中间跪咧读。亲爱兄弟，咱当时愿意服侍上帝的心，亲像安尼。咱当时愿意向上帝讲：上帝啊，假使我若还阁会出声，用我。咱当时会当亲像囡仔讲：老师，你要我念，我就念。咱常常咧唱主啊，差遣我，差遣我。总是当咱看见人伫即个中间，用生命在学习，用信仰来做伊生命的彩色的时，咱用啥物话来回应这？咱应该感动，咱应该感动咱的后一代伫即个中间，有愿意用咱所坚信的信仰来成做伊一生的信仰。咱应该感动讲，伫咱即个所在，咱讲台语对台湾出来，伫遮讲台语已经成做少数的人的时，咱还阁有囡仔愿意用台语即个中间三甲学习，三甲使用。咱中间敢毋是真侪人愿意用即个来成做咱努力打拼的方向？咱毋是愿意咱用一个台湾人的身份，成做咱人生的骄傲。咱应该感动。咱所感动的毋是咱的身份，咱所感动的是因为咱伫即个中间，咱的信仰有后一代愿意成长传承伫即个所在。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伊讲。你着爱欢喜，你去食好的，你去食肥的米，啉甜的味，然后伊有讲着无味万米的人着分互伊。请咱注意即句，伊讲你去食肥的米，啉甜的味，这拢食好的哦，爱有优质的哦，毋是打扫的哦。然后伊阁补一句真重要的。啊，若无备班的人呢，无早的人呢，你爱分互伊，你爱分互迄个无早的。哇，若是安尼，你要做迄个有早的，还是要做迄个无早的？做无早的较好啦，
炸碗甜来就好啦，对无？佮哭一个，锵，啊，人就赶紧来处理，人赶紧来带。亲爱兄，这伫即个圣经节内甲伊所讲的，你去食贵的，你去啉甜的，然后将你所有的分享互迄个无备班的人，你来分互伊。是安怎遐个人无备班？因为遐个人打转来，因为遐个人伫也无杀冷城，也无厝体人大，也无灶骹人煮，也无碗甜人食，也无物件通款。所以先来的人爱伫迄个中间，为着遐个无备班的人，爱安怎来备班食？爱分互迄个真无通款、真无通食的人。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因为这是圣日。什么圣日？是百姓要三甲重新自治伫耶路撒冷，然后要听叹上帝话语的圣日。因为迄日是上帝伫迄个中间重新掌权，要用上帝的话语诚做每一个人的喜乐，要诚做每一个人的快乐。因为上帝要伫迄日要重新互流浪的人、流目屎的人，互因找到一个厝体通大，互因找到一个所在通倒来，互因伫遐来讲：主啊，愿你诚做我的牧者，互我无欠过。所以你着爱欢喜。无论今仔日你是有备班的，你是无备班的，无论你今仔日还搁咧流目屎，还搁咧伤心的，爱因为靠耶和华所得到的喜乐来成做因的快乐。我想这是今仔日年禧礼记第8章，伫即个中间，因欢喜自己转来，然后愿意用上帝的话成做因自己的要件。自己的条件，然后自己的目的，毋是人甲人之间无好，毋是，毋是人甲人的关系无重要，毋是，是因为今仔日的自己，是要重新互每一个人甲上帝建立起个好个新个水的关系，这才是今仔日自己的目的，这嘛是你我今仔日即个所在所自己的目的。伫教会中会当爱餐，好毋好？好，当然好。有需要无？有，绝对有需要。伫迄个中间，无论是款的人，还是食的人，拢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利益。有个人会感觉讲，哦，我款甲足忝的，我伫厝里咧款拢无遐忝，来到教会款了较忝，因为厝里的人哦，无超过6个人食，来到教会超过60个人食。所以看起来不止啊辛苦，但是当咱若是为着迄顿为道德的粮食来时，咱所得到的只有道德的粮食。总是当咱来是为着耶和华的喜乐、耶和华的快乐来时，今仔日你所食到的，不只是道德的美名，你所要得到的，要较济些，包括上帝要赏赐你伫心灵顶悬的医治、安慰。喜乐甲平安，伊也要伫迄个中间重新，互忧伤痛苦的人伫遐来看到家己活地存在的价值。伊更加要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喜乐，要超过咱伫目睭前所拄着咱的艰苦甲困难。我想这是今仔日教会甲一般社团真大的无共款，因为迄个快乐毋是只有人中间来。迄个快乐毋是只有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用一句安慰的话来互人来得到安慰。咱毋是因为有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来款真好食的，所以互咱得到帮助。搁较重要的是，这个快乐是对上帝来，这个快乐是因为上帝对天顶所赏赐，加上人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来分享，所以要互人温上加温，然后呢？温上加温，第2句是啥？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利上加恩。你有恩典，我也有恩典。我可以增加力量，你也可以增加力量。但是当上帝赏赐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不是你的力量，我的力量；不是你的恩典，也不是只有我的恩典。
而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要组织的，毋是只有靠人，毋是只有靠车，乃是靠万军的耶和华。咱伫即个中间，重新用信仰来向咱家己讲：上帝啊，我所追求的到底是啥？我所追求的是人甲人之间真好好的关系尔吗？绝对毋是。我所追求的是，就算讲我伫艰苦困难的中间，犹原有你对天顶所赏赐袂标准的平安伫我的心内，袂标准的平安伫我的心内。就算讲船看到敢若在要变去啊，总是伊袂变，因为迄种的平安是确实上帝掌管，绝对的保守。有一个先生问伊的太太，伊问讲：我毋知影你是安怎对我遮有耐心呢？过去30年吼，我拢对你无介好呢。啊，我呢对你是有也好，无也好，啊欺负你，啊是安怎？我拢无听你甲我爱一句呢。我若毋是今仔日，我真正有伫上帝面前反悔，我拢毋知影我对你所做的是啥。听有即句话意思吗？啊？听有即句话意思吗？毋知。所以即个翁婿伊的意思就是讲，我过去30年做我的，啊好啊，对你好也好，对你无好嘛是过，反正有一日过一日，一直到今仔日我才知影我对你无好。但是我想想诶，你过去即30年你安怎过？你无足艰苦心吗？问甲即个太太要受气也毋是，要欢喜也毋是。受气是受气，讲我忍受30年，今仔日你才知哦。啊，欢喜是欢喜，讲哦，好佳哉我忍受30年无放弃，所以今仔日你知影我的艰苦。所以即个太太就甲先生讲，伊讲，你拢毋知我有偌济目屎。当我额头困求祈祷，看我家己的软弱。感恩遮的时，我目屎有够济，我流拢袂了。总是当我愿意举头仰望，看天顶的上帝为我所备办的一切的时，我目屎拢吞落去。亲爱的兄弟，毋是因为咱老，是因为咱学习仰望耶和华上帝。互咱的日子虽往伫艰苦的中间。总是咱继续行。以色列百姓伫即个中间，因自责，毋是只有为着爱餐，毋是只有为着好食的物，遮个拢真重要。总是更较重要的是，以色列百姓自责是为着上帝的话，因为有上帝的话要定心伫人甲人，有上帝的话要定心伫人甲人的中间来建立新的关系，有上帝的话要定心，互人的眼光来看见新的世界。有上帝的话，要互人伫迄个中间谦卑家己，诚做器皿来服侍对方，直到咱看到对方拢诚做是新创造的人。咱伫即个中间三角的学习，毋是因为我熬，毋是因为我熬修行，乃是因为内底有上帝的话，我愿意互上帝的话来改变我。所以，遮个人为着上帝的话来自责。为着要改变我家己，通成做上帝的器皿，我重新降服伫上帝，或者以色列百姓，无论因过去是为着什么款的情形来受掠，什么款的情形来亡国，总是愿意伫迄个中间重新去检讨，看家己讲，我要安怎互上帝使用，我怎样互上帝来活，来成做上帝所欢喜、所要使用的器皿，这拢需要上帝。这毋是用咱家己的修炼，用咱的物件来活，就会当伫迄个中间。然后因自责的目的是，要成做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即阵百姓三角重新自责伫耶路撒冷，
是为着要互耶路撒冷即个城重新充满着上帝话、上帝百姓以及上帝的荣耀。即个荣耀通过咱圣经所读超过2000年前发生的事，今仔日伫咱所活的世界，咱犹原看见上帝在做工。所以今仔日有上帝无？伊犹原在做工。今仔日有上帝的荣耀无？有。问咱家己，咱有参与上帝的荣耀内底。花真水，总是你若无趁伊开的时，将伊保留落来，开了就无。福势真好，总是若无趁机会，把握机会，过去就无机会。人真勇。总是当咱伫勇壮的中间，无将咱所有的仰望放伫上帝内底。当咱衰弱的时，咱袂记去上帝担路。上帝的话，互咱伫人甲人，互咱伫人甲上帝中间，重新去调整咱之间的关系。这毋是高卡，毋是迄落小朋友伫徛迄种的车，这是一只挂草机啊！我毋知影挂草机啊会当遮大只。啊，即只挂草机啊是啥物人要用的？看起来应该是酱对无？酱毋要挂草，后来问落了才知影毋是。即只是伊要互因祖囝暑假要去打工的时阵，爱教因祖囝开即只车，然后去厝边去挂查仔趁所费。但是伫即个中间，咱所看到的，我想毋是只有一个囡仔要开挂草机去趁所费。我想搁较水的，是伫迄个中间看见一代承接一代，然后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欢喜、共同的喜乐、共同的工作、共同的负担，以及共同伫厝内要担起每一个人的责任。家己，我想互人看见真好、真水的是，当两代之间愿意为着同一件事，伫遐来分担，伫迄个中间来相看顾、来相照顾的时，来相学习、来相栽培的时，咱伫迄个中间看见明白，上帝的话是啥？上帝的话是伫一群人的内底，重新建立新的关系。迄款的感觉，亲像一个公约书。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是当咱愿意用咱的信仰，用耶稣基督的信仰，共同伫教会，共同伫生活内底，大家来相做伙、相学习、相读上帝的话时，上帝的话变做伫你我无共款看法的中间一个上界要紧的物件。这个上帝的话所要讲出来的物件是啥？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尼布尔。伊写一本册够歹读，我前读神学院的时读较紧，一本薄薄的册到今我读啊袂了，我拢跳咧看。趣味的是中文的我读无，英文的我嘛看无。伊的册名叫做伊英文的名叫做 Normal Man in Normal Society， 意思就是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即两项物件要安怎伫迄个中间，大家会当找到一个平衡。伊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伊讲起，伊讲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拢追求道德，但是当真侪好的人组织起来时，敢会当去找到伫团体中间上界大的道德？无一定。伊讲到，这是我的引申。伊讲起，当一个人要追求上界大的利益，但是一个群体三甲做伙时，敢会去找求群体中间上界大的利益？
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拢伫群体内底有私心，无论是要追求利益，无论是要追求道德，人伫群体内底有家己的私心，想要借着群体来追求家己上界大的利益，至到即个群体无法度为着群体来追求上大的利益。最近有一本册，伊写讲，为什么一群聪明的人聚在一起，不能做出聪明的决定？因为每一个人伫群体内底有咱所放袂落的物件，有咱所想要追求的物件。但是今仔日伫教会团体内底，咱所要追求的毋是你的利益，咱所要追求的嘛是我的利益。今仔日伫教会内底，无应该用个人的利益、个人的道德来成做教会追求的目标甲目的。教会所要追求的是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成做你我伫教会中间，大家成做一个会当接纳、会当接受，然后愿意做伙去追求甲分队。上帝话。伫旧约内底有一个真大真好的代表，伊叫做公义。意思就是，毋是要追求你的义，毋是要追求我的义，是要追求团体正人中间所存在迄个公共的义，迄就是上帝的公义。当咱今仔日要伫遮，要甲咱两位姊妹三甲有分。伫遮来设立长老，要三甲来服侍的时，愿咱伫迄个中间重新去思考，咱伫教会内底所要追求的公义是你的公义，还是我的公义？或是咱愿意伫即个中间，用上帝话来追求，来伫教会中间追求上帝的公义伫咱的中间。愿咱伫即个中间，也甲咱的长老所要设立的长老三甲伫。愿因所行所做，要伫即个中间的服侍，成做咱的喜乐。我靠耶和华的快乐，要成做咱的喜乐。我靠耶和华的喜乐，要成做咱的快乐。咱三甲来祈祷。听完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无弃杀阮即间教会，互阮伫所行过一路跑走的路站。一路追求的路站，虽然坎坎坷坷，总是有缘继续向前来行。祝阮伫阮所摆列的欢喜内底，阮不只有阮兄弟要用桌顶的餐点来欢喜分享伫新婚的喜乐甲快乐。更加，阮也要伫即个中间欢喜来分享，阮中间所要新设立的长老，要成做阮教会的快乐甲目标。祝阮伫即个中间用你来困求，求你互阮伫即个所在伫跑走，阮无孤单。求你愿意成做阮上好的牧者，成做阮至好的朋友。你不只是伫圣经内底阮所读的。你更加要伫阮的生活内底，阮通摸着，特别要伫阮的日常生活内底，亲像朋友一样，甲阮相甲徛起。主啊，互阮教会内底会当有遮尔好、遮尔水的关系，互阮教会内底会当伫兄弟姊妹中间来经历人生的欢喜的时，阮摕出来，互相分享。主，愿你伫阮的中间重新来去做。起造阮的信心，起造阮的信用，起造阮的声情，起造阮的这段，互阮伫即个所在，阮所行所讲，通得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